好，而家介紹翻呢本 Keypad 刪除卡嘅方法。首先係刪除卡啊，而家呢張卡因為入咗，我刪除咗佢而家。咁就升4個6，升，跟住井，跟住入管理員密碼1 2 3 4 5 6，井，跟住係3，井，跟住就拍卡。咁一定係用過，即係用得嗰啲卡先可以做呢樣嘢啦。未用得嘅就唔需要刪除啦。咁而家試一試張卡，原本係得㗎，而家係唔得啦。咁而家就增加翻佢，咁一樣啦，就俾standby 緊嘅時間係閃緊嘅。增加用戶卡而家係升4個6，一個升，跟住再整，跟住管理員密碼2 3 4 5 6，整，跟住2，整，跟住拍卡。搞掂之後就撳翻整，跟住升。咁而家試呢張卡，成功咗嘅 ，hold 住眼燈嘅。如果唔得，佢會閃下，同埋嘟嘟咁樣。而家 OK 嘅，聽到 relay 條，不過個 relay 比較細。